才那时曲调如何快速的学会。我们现在打开一下我们这本盲统与世界写读声教材，然后翻开第1页，认识一下盲统读声和世界写读声的音位图啊。我们必须把这个音位图记住，来咪嗦拉哆瑞。然后我们翻开第117页啊。现在我们来唱一下这个谱啊，哆啦嗦啦哆啦啦啦啊，这里有2个点啊，要吹2遍。哆啦嗦啦哆啦啦啦啊，这里也是有2个点，要吹2遍。哆啦哆瑞瑞哆啦啦啊，有2个点，要吹2遍。瑞哆啦嗦哆啦啦啦啊，有2个点，要吹2遍。哆啦啦啦哆啦啦，吹2遍。哆啦哆瑞哆啦嗦嗦嗦啊，有2个点，要吹2遍。嗦啦嗦嗦哆啦嗦嗦嗦啊，要吹2遍。来嗦咪拉嗦来咪嗦嗦啊，有2个点，要吹2遍。咪拉嗦来嗦咪来来嗦咪来嗦咪嗦来来嗦咪来嗦咪嗦来来嗦咪来嗦咪拉嗦来咪来啊，下面这里是老母，小调的老母啊。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